好唔該阿 Tim，大家早晨，早晨，特別今日歡迎水禮嘅弟兄姊妹嘅親友啦，歡迎你係 Alan 啦，咁歡迎今日你第一次嚟到活恩嘅朋友啦，歡迎大家好啊！咁我哋2個禮拜前我哋開始一個新嘅系列，咁係叫 Reset 點樣重新開始，咁睇舊約一本書卷咧係叫以斯拉記，係嘛？以斯拉記。咁就我盼望今日咧你第一次嚟嘅朋友，你都去享受頭先我哋一齊唱詩歌敬拜，去認識上帝。可能今日你係第一次嚟教會，或者你好耐冇嚟到教會，教會都係一個我哋一齊去彼此認識、彼此建立嘅地方，好嘛？咁咧，我想大家跟我一齊禱告，我哋將時間交俾我哋嘅三一上帝。全地至高嘅天父上帝，你創造我哋，你賜予生命氣息俾我哋活喺你創造嘅世界。今日我哋有機會返到你嘅家，你嘅面前。我哋頭先透過詩歌，我哋透過敬拜唔同嘅禮序，我哋體會到神你對我哋嗰份愛係從來不變。盼望今日喺以斯拉嘅第3章你嘅説話裏邊。你能夠教曉我哋點樣揾到我哋生命嗰份嘅意義，同埋點樣重建我哋嘅生命，以至我哋點樣面對眼前唔同嘅事情嘅時候，我哋有嗰份嘅信心、盼望、勇敢去前行。幫助住我哋，感謝你，奉主名求，阿門。咁咧就你可以繼續打開程序表啦，或者頭先有 scan QR code 今日嘅經文啦。咁就同大家開始同大家分享個故事先啦。故事咁從前咧有個屋企咧，有個姓朱嘅屋企，咁佢就有三兄妹啊，三兄妹。咁因為土地問題咧，佢哋長大之後咧就要搬出去住啦。咁自己要各自都要起屋。咁大哥咧，咁大哥咧就選擇用一啲稻草咧去起屋啦。咁又快又平，係咪？一日就搞掂啦。咁阿二哥咧就唔用稻草，佢用木板係啦。咁就覺得都划算啲，咁用咗3日。咁細妹咧就好堅持咧，要用磚頭去起屋嚇。咁又辛苦又貴，咁用咗10日去起屋。起完之後咧，生活咗一段日子，突然間有一日狂風暴雨突然間嚟到，跟住大哥嗰間嘅稻草屋，二哥嗰間嘅木屋咧，都被個狂風咧吹冧咗。於是兩個阿哥就好驚，走到阿妹屋企嗰間磚頭屋企咧去暫避啦。咁哇！嗰啲狂風係咁打咧，阿妹間磚頭屋企咧都冇被吹冧，於是佢哋三兄妹咧就好平安、好開心喺度跳舞啦。大家都聽過嗬，係嘛？3隻小豬，不過我改編一個現代版啦，係咪？喺香港嘅3隻小豬，因為土地問題要自己起屋，係嘛？咁弟兄姊妹都好，我諗同我哋生命都好大關係，係嘛？即係我哋細個就住喺我哋屋企，係咪？你有你住你爸爸媽媽屋企，但係當你到某個年紀，或者當你要有自己家庭嘅時候，你就要另去揾一間屋企，或者你嘅人生到某個階段就要點啊？你就要自己建立你嘅人生，係嘛？即係其實我哋人生好似一間屋咁啫嘛。其實你大家每日你都係好努力去為到你人生嘅屋企去打造，係嘛？去建造。只係當風浪突然間嚟到嘅時候，可能係健康啦，可能係失業啦，可能係關係出咗問題啦，可能係一啲嘅經濟危機啦，或者面前一啲嘅試探啦。你一路努力經營嗰間嘅屋，係咪能夠仍然穩陣呢？仍然穩陣。你今日用緊乜嘢去建立緊你生命嘅根基呢？今日係頭先以斯拉嘅第3章咧，神想同你講嘅問題。
無論你信咗耶穌又好，或者今日你仍然未信耶穌都好，神今日都想同你講呢個問題嘅諗就係你今日你每日好努力去營造緊你經營緊你嘅生命。當你突然間有風浪嚟到你面前嘅時候，你係咪仍然好穩陣咧？係啦。今日係我哋一齊諗嘅問題。嗱，講少少背景啦。以斯拉記咧，咁就你記得係講緊以色列人啦，神嘅子民咧，因為得罪上帝，所以佢哋咧就去被擄到巴比倫，好嘛？唔該，下一頁，好嘛？呢個地圖，咁佢哋就由耶路撒冷咧就被擄到巴比倫嚇，咁70年咯。嗱，即係唔係7年，係70年，係啦。咁7年之後咧，神就承諾咧會將佢哋由巴比倫咧就帶到翻去耶路撒冷，係啦。咁嗰陣時咧，70年之後咧，巴比倫嘅帝國已經咧再唔存在啊，即係俾波斯已經去佔領咗啊，得唔得？咁但係特別就喺波斯王咧塞魯士咧就准許以色列人咧能夠翻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唔單止佢嘅家園啦，係重建聖殿。重建敬拜，咁即係其實重建啲咩咧？重建緊佢哋嘅生命，得唔得？重建聖殿、重建敬拜背後，其實重建緊佢哋嘅生命。所以今日咧第3章我哋就透過睇咧，當時以色列人點樣重建聖殿、重建敬拜咧，我哋自己諗一諗究竟點樣重建我哋生命，得唔得？咁同大家想講3樣嘢，今日就係咧重建你嘅生命嘅根基咧。首先你要先重建一段關係。第二，你要根據某啲嘢去重建。第三，你要重建嘅時候，你要擁抱真實嘅感受。3樣嘢得唔得？第一樣嘢就係咧，你要重建生命嘅根基咧，你要先重建一段關係。因為嗰段關係咧係我哋每人最根本嘅關係，呢段關係咧起初喺度噶，但係之後咧失落咗。所以先需要重建，得唔得？你試諗下咧，咩為之重建啊？就係原本喺度，突然間冇咗先重建噶嘛，係嘛？如果你不嬲都唔喺度，就唔係重建啦，係咩啊？係新建，得唔得？重建就係因為原本係喺度，但係突然間唔喺度，失落咗，你先需要重建。重建翻咧，同創造我哋、賜俾我哋生命嗰個神嘅關係。即係無論今日咧，無論今日你呢一刻當下，你係咪相信緊有一個神創造緊你，賜俾你生命？但係呢個神都存在緊嘅，得唔得？係啊，即係唔係講緊你唔相信呢個就冇一個神創造或者賜俾我哋生命，因為呢個世界真係有一個神去創造我哋，賜俾我哋生命，係啦。但係就問題就係咧。我哋原本有，但係我哋失落咗。嚟睇下當時神嘅子民咧，當時神嘅子民翻返耶路撒冷啦，佢哋準備重建聖殿根基之前咧，你望下佢哋咧，佢哋做一樣嘢，你見到佢做啲乜嘢啊？你望下第2節得唔得？嗱，佢哋翻到耶路撒冷啦，準備重建聖殿嘅根基，佢哋首先做一樣嘢，見唔見到啊？第2節，佢哋首先做啲咩㗎？佢哋重建祭壇喎。嗱，即係諗住翻去重建聖殿嘅根基啊嘛，係咪？但係佢未重建之前咧，就喺翻原本嘅根基上面咧，去重建祭壇。點解要重建祭壇咧？因為為咗重建翻同嗰個創造佢哋、賜俾佢哋生命嘅神嘅關係。祭壇係獻祭同埋贖罪嘅地方，冇祭壇，人就冇法能夠去重建翻同聖潔嘅神嘅關係。點解咧？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將創造嘅神咧擺埋一邊。嗱，俾大家睇幅圖畫好唔好啊？嗱，生命嘅來源係嘛？生命嘅來源係上帝俾我哋每個人嘅。下一幅啊，唔該。但係咧，我哋每人都係點嘅咧？我哋想離開上帝嗰個掌權，我哋想走出去點啊？我哋自己點樣去管理、去做王，決定我嘅生活想點樣？所以呢個就係頭先講到就係，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一段去最根本嘅關係需要重建，就係呢個關係。
嗱，當你想重建嘅時候，唔該下一幅好嘛？當你想重建嘅時候咧，你諗下喎，你要點樣重建咧？嗱，你試想像下，俾大家想像下，點樣重建一段關係？嗱，你諗下喎，當你得罪咗一個人嘅時候，你同佢嘅關係點可以重建咧？我俾大家咧2分鐘，同你身邊嘅朋友傾一傾啦，好嘛？你諗下，試諗下，如果你得罪一個人、一個朋友，你會點樣同佢重建翻佢嘅關係咧？同佢好嘛？2分鐘嚟好嘛？傾下嚟。好，我哋翻嚟啦喎，咁啊咧有我問下先，如果你頭先講過，你舉一舉手啊嘛？有邊個你要請佢食餐飯㗎？舉手，OK 好。有邊個你俾錢俾佢㗎？有邊個你同佢道歉㗎？OK，咁頭先冇舉手嗰啲係啲咩啊？喂，請我去旅行係咪？有邊個？啊 ，OK。係嘛？哇！大家平息唔到，大家好啊！你諗下咧，如果你得罪咗一個人，你點樣同佢重建關係咧？個重點就係你需要做啲嘢㗎，係咪？你唔可以唔做嘢㗎，係咪？你一定需要做啲嘢。不過咧，就係你要做啲。唔係你求其覺得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做啲嘢，而係你知道嗰個方法係能夠平息翻你嗰個對方嘅憤怒，係咪？係嘛？即係坦白咧，如果你得罪我咧，咁就你唔使請我去旅行㗎，你又唔使請我食飯嘅，你好真誠同我道歉就得㗎啦，係咪？呢個係我，唔知你個嚇。你明白，即係你要用翻咧能夠平息佢憤怒嘅方法先得噶嘛？你成日用翻自己咁，你見到個關係就唔會重建噶嘛？你明白？所以你諗下點解成日我哋好多關係咧，點解咁多出現咁多嘅麻煩？就係我哋成日用緊自己嘅方法想同佢建立關係，不過原來對方唔係想我哋咁同佢重建，你明白 ？OK。嗱，當人要重建翻同神嘅關係咧，你就需要用翻能夠平息神憤怒嘅方法喎。嗱，如果唔係嘅時候咧，我哋係咁摸用，無論你獻啲咩，用啲摸，俾啲咩俾上帝。如果個方法唔係上帝想你用咧，就永遠都重建翻唔到嘅喎。OK，而上帝講嘅方法係話俾我哋好清楚，佢話俾我哋聽個方法係點樣㗎？就係頭先3、1、2節。望一望3、1、2節好嘛？係啲咩啊？喺壇上3、1、2節喺壇上獻燔祭係啦，獻祭不過獻燔祭。上帝講得好清楚嘅，喺利未記俾大家睇一睇，唔該。喺利未記咧，喺律法書第1章第4節佢咁樣講嘅。利未記佢話咧，他即係嗰個人啊，
得罪神嗰個人咧要點嘅咧？佢要按手喺燔祭嗰個燔祭祭牲嘅頭上，燔祭便蒙悅納，為他贖罪。他要在那耶和華面前宰公牛，亞倫子孫做祭司嘅要奉上血，把血灑在會幕門口壇嘅周圍。即係要點樣先能夠重建同神嘅關係咧？你得罪咗神，點樣平息佢對你嘅憤怒咧？係要有隻祭牲，要流血，要受死，要代替，先能夠平息神嘅憤怒。所以當時回歸翻嚟嘅以色列人咧，佢哋要重建聖殿、重建敬拜，佢知道第一件事情要重建翻佢同神嘅關係，所以佢第一件事就要點咧？就要按照神律法書嘅寫低嘅方法，你見到你望一望咧，你嘅經文咧嘅等我望一望先嚇，你見到經文裏邊咧，等我望喎，點解而家似望唔到啲字咧？我望先。死喎！點解我望唔到嘅？好，第四節係啊！每日啦，見到啊，每日啦。咁同埋係朝早晚上都要獻燔祭。點解咧？因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喺希伯來書第9章嗰度我嚟講噶。所以無法同神重建關係嘅，所以你明白到咧，被擄歸回嘅百姓，佢哋明白重建聖殿嘅根基，佢最迫切需要嘅唔係磚頭，而係啲咩咧？而係同神和好，重建同神嘅關係。重建聖殿，你首先要重建生命，而你要重建你嘅生命，你首先要重建我哋人生一個最根本嘅關係，就係同創造賜予生命俾你嘅神有關係，呢個係我哋每個人最根本、最基礎嘅關係。不過問題係今日咧，我哋再唔需要帶隻祭牲係咪嚟翻嚟教會敬拜晒。嗱，你想象下，如果我哋今日仍然要帶隻祭牲，頭先我哋嚟到就好精彩啦，係嘛？係咪？你諗下，你每人帶隻祭牲嚟喎，係咪？係嘛？樓下個 security 會問你咩事啊？係嘛？你好震撼啦，係咪？嗱，以前真係咁震撼噶，每日帶隻祭牲嚟嚇。今日你同我唔需要帶隻祭牲嚟，唔需要，因為死而復活嘅主耶穌，佢就係嗰個真實而更加美嘅祭牲。下一章得唔得？死而復活嘅時候，佢流血都係要流血，佢一次十字架上一次獻上永遠有效嘅燔祭，代替我哋承擔神嘅憤怒，讓我哋罪得赦免，能夠親近返神，係一次永遠有效。水禮，今日我哋有水禮，水禮就係正正去見證主耶穌呢份嘅愛同埋救贖。水禮咧，應該有兩個弟兄姊妹朋友水禮，係咪？水禮從來都唔係同人見證佢嘅生命有幾好。我哋有陣時誤會咗，我哋成日講水禮點咧？水禮就要喺我哋嘅親朋面前見證啦，係咪？所以成日在座，可能你以前諗過水禮，你而家諗緊水禮，弟兄姊妹成日都諗水禮，諗啲咩㗎？通常一個字嘅，我成日聽嘅就係咩咧？我未 ready 喎，係咪啊？係嘛？水禮我未 ready 喎，咁我就問佢：你要 ready 啲乜嘢啊？佢就話：我嘅生命未做得更好喎。咁但係冇諗過咧，其實你嘅生命，你諗下咧，諗翻你2年前啦。你嘅生命有啲咩唔好，係咪？諗下你今日你生命有咩唔好啊？都仍然有嘅，你永遠都係生命有唔好嘅，係咪啊？係咪啊？所以水禮從來都唔係見證嗰個人生命有幾好，嗰個水禮從來都係見證究竟主耶穌嘅愛同救贖喺佢生命點樣去重建。呢個係水禮嗰個意義，係主耶穌嘅愛、救贖、恩典嘅記號，個記號。向人見證死而復活嘅主喺嗰個人生命點樣顛覆、點樣翻轉。
在座嘅你，今日當你重建緊自己嘅生命，你今日每日好努力經營緊你嘅人生嘅時候，上帝問緊你，你最迫切需要啲乜嘢咧？今日可能今日在座嘅你係你一路經營緊，你一路問，因為你揾緊好多你有陣時人生嘅意義啊嚇，特別係啲風浪嚟到，你就問呢啲問題。我人生存在為咗啲乜嘢？為咗咩意義？你經營緊，努力緊，磚頭係咪？錢財。事業、家庭或者自由，抑或今日你開始明白到你需要主耶穌嘅愛同埋救贖，你會明白到慢慢你需要翻去嗰個創造你、賜俾你生命嗰個天父嘅裏邊。第一點，當你重建生命嘅根基，你要首先重建你同天父嘅關係。第二點，你重建生命嘅根基，你要根據一啲嘢㗎。你重建生命嘅根基，你要根據翻神要你點樣做。你望下咧，當時神嘅子民佢咪獻燔祭嘅？你望下咧，經文裏邊咧，特別係第2節咧，佢嗰樣嘢嘅，佢哋獻燔祭啦，係咪係要咩嘅咧？要按照神人摩西律法書上所寫嘅。按即係根據嘅意思。你話第3章4節佢哋早晚獻燔祭啦，然後第4節又要照律法書上所寫嘅守住棚節啦，然後每日所當獻嘅燔祭啦，又係要點啊？根據神喺律法書上嘅說話。佢哋只係根據神嘅說話，佢冇其他根據嘅，佢冇其他信仰嘅。翻以色列人翻到去嘅時候，佢只係根據翻神嘅說話，而呢份根據讓到佢哋能夠同心回應神。你望下第3章1節好嘛？3章1節，不如我哋一齊讀嚟啊嘛。3章1節，好，我哋開始。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你好重點啊！佢哋講一句嘢係點㗎？如同一人。你記得咧？如果你知上禮拜嚟到睇第1、第2章咧，當時翻去當時由巴比倫翻去耶路撒冷啦，總共有幾多人數啊？記得5萬。佢話嗰5萬人係如同一人。咩為之如同一人啊？弟兄姊妹，咁我想問大家咧，有邊個你玩過3人4足啊？冇啊？有邊個玩過2人3足？有啦，係嘛？大家聽我講嘢有好好啊，真係 very good。你一定玩過2人3足㗎啦，係咪？我玩過3人4足添，OK， 更加刺激嘅。OK， 你諗下，你玩2人3足嘅時候咧，就係如同一人咯。點為之如同一人啊？你隻腳係咪？每隻腳就點啊？要被紮住如同一人啦，係咪？然後點㗎？你一齊朝咗方向，你有共同嘅目標，你有共同嘅心志，然後你有共同嘅咩㗎？信念，我哋一齊行去前邊，係咪？呢個就係如同一人。就俾大家睇一睇幅圖畫好嘛？類似係咁啊，得唔得？就有咩咧？共同嘅根基，得唔得？係嘛？你有共同嘅心志，你有共同嘅目標，你有共同嘅信念，即係代表咩咧？你有共同嘅根，係嘛？正如今日問你你係咩人？你會答一個問題，點解？因為大家有共同嘅根，係咪啊？係嘛？係嘛？好簡單，我問你，你會點去答？我係男人，因為我哋有男人嘅根，係咪？係咪啊？我共同嘅嘢嚟噶嘛？你答我係某個地方嘅人，因為你有某個地方嘅人嘅咩啊？根，係咪啊？如同一人，當一群人嘅生命都係植根喺神嘅說話咧，去下福啊！唔該 Angel， 植根喺神嘅說話嘅時候咧，你又見到嗰個力量係好大噶，得唔得？即係話即使咧個環境幾咁變幻、幾咁惡劣、幾咁驚，甚至資源有限嘅時候，都能夠一齊點㗎？2人3足、3人4足，一齊點㗎？去堅持去完成翻神俾你嘅使命同埋目標。弟兄姊妹，你望一望咧，當時咧神嘅子民咧由巴比倫翻去耶路撒冷，佢有咩資源重建聖殿嘅根基？你記得耶路撒冷當時係點㗎？
70年噶咯喎，個聖殿廢墟嚟噶喎，有其他外族人喺度已經住緊噶咯喎。佢巴比倫啊，嗱，你記得我巴比倫翻耶路撒冷咧1600公里啦。當以前冇飛機噶，以前行噶喎。你諗下，行最少4-5個月，佢有咩資源啊？佢帶住啲磚頭行咗4個月，會唔會咧？唔會，何來有資源？佢有啲咩？佢哋有金銀，有糧食。所以你望下咧，你望下經文裏邊咧，第7節係咪？佢哋做啲咩㗎？嗰班被擄歸回嘅以色列人，佢哋將銀子俾石匠，俾木匠，將糧食、酒、油俾西頓人、推羅人，做啲咩㗎？去買資源，買啲咩㗎？香柏木得唔得？香柏木喺邊度嚟㗎？從黎巴嫩點樣運過嚟㗎？係咪順豐？用咩運過嚟㗎？海。你諗下，將銀紙、糧食、酒變賣換成資源，冒唔冒險啊？我哋感受唔到嘅，我哋覺得我哋去淘寶或者拼多多係嘛，咁個掣咁就送唔到唔緊要嘅，同佢講聲之後再送咗翻嚟啊！我哋覺得係嘛？但係唔係嘅，你諗下咧，變賣完啲嘢唔係即刻見到嘅喎，我哋而家即刻就喺個數字見得到㗎啦嘛。以前係點啊？喂，航海運輸要幾耐㗎，大佬？最少都幾個月啦，係咪？所以見到佢哋7月咧就一齊同心去想建造根基，幾時開工㗎？你望下之後，下年2月㗎，得唔得？最少都要等4-5個月啦，係咪？諗下喺個航運裏邊能唔能夠控制到啊？可能點㗎？石沉大海，何來有信心？佢哋何來有咁樣嘅信心？將佢面前嘅銀行嘅錢、屋企嗰啲米、嗰啲糧拎晒去變賣香柏木，但係仲未見到嘅喎。佢哋唔係講緊咧上網，嗰個香柏木係咁樣嘅喎，然後下邊有好多 comment 話呢個買家好唔好嘅喎。何來有依份信心啊？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第7節臨尾嗰句，何來有呢個信心啊？佢話係照邊個講嘅？波斯王古列所允許，又係根據波斯王古列所允許。之前就根據神嘅律法，依句就點啊？佢有信心係嚟自一個王。不過問題係，你記得根據波斯王古列允許，背後即係根據邊一個啊？根據神嘅旨意。點解咧？第一章1至4節，俾大家望一望啊！邊個係容許佢哋翻去耶路撒冷㗎？係波斯王塞魯士，即係古列啦。係邊個做嘢㗎？你望下第1節，神喺背後激動，然後臨尾波斯王下詔書俾佢哋翻去重建，做嘢點㗎？佢話當地嘅人要點㗎？用金銀財物牲畜幫助佢哋重建㗎，得唔得？佢哋嘅信心何來有信心啊？等4個月先有香柏樹，因為神激動波斯王，因為神喺背後去做嘢。重建唔係來自我哋本身有嘅本錢，而係神嘅供應，咁先有信心去冒險，係咪？或者唔係冒險，根本嗰個冒險喺神睇嚟唔係冒險，不過喺人睇嚟就冒險，話見唔到，係咪？3章第8節到第10節，所以第2年2月，佢哋每一個人就按照自己嘅位份，如同一人去回應神嘅使命，就重建聖殿。而當我哋完成重建根基之後，你望下第9、第10節，佢哋做啲咩㗎？
佢哋如同一人去讚美神喎。第11節、第11節，佢哋點㗎？他本為善，稱讚神，他向以色列人嘅慈愛係永遠㗎。嗱，重建生命嘅根基，你見到就係需要根據，得唔得？嗱，你建根基，你需要根據一啲嘢去重建，就係你要根據翻神同我哋講嘅説話去重建。最後一點，生命重建嘅過程係你需要擁抱真實嘅感受。嗱，因為重建生命從來都係唔容易㗎，即係你一定要擁抱當中真實嘅感受。你望下第3章12節好嘛？3章嘅第12節。佢哋重建完根基之後點咧？3章12節，然而有好多祭司利未人族長，就係見過舊殿嘅老年人，現在親眼看見立這殿嘅根基，佢哋大聲哭號，亦有好多人大聲歡呼，甚至百姓不能分別歡呼嘅聲音同埋哭號嘅聲音，因為眾人大聲呼喊，聲音聽到遠處。你見到個重建根基嘅過程，有啲咩並存㗎？有人開心，有人喊緊。邊班人喊緊㗎？上一代嘅人，因為佢哋曾經見過之前由所羅門起嗰個聖殿幾咁榮耀，而佢見到而家面前啱啱重建嗰個重新重建嗰個聖殿嘅根基，同翻以前相比，佢哋喊渺小、簡陋，令人失望。咁邊班人係歡呼啊？嗰班從來未見過所羅門聖殿榮耀嘅人，可能佢哋係點啊？喺被擄嘅時候先出世，佢哋而家哇翻返去神嘅地方，能夠重建聖殿，係咪啊？為神而家所做嘅嘢，佢哋為新嘅開始大聲歡呼。你見到歡呼同埋哭泣聲係混埋一齊，遠處都得聽見。嗱，呢個就係有陣時係生命嘅寫照，弟兄姊妹。呢個都係你同我生命嘅寫照，好真實寫照係嘛？重建生命嘅過程會帶住歡呼聲，點解？因為你知道有新嘅開始，你有新嘅生命，你有新嘅盼望。但係同時間你會有喊嘅時候。因為你仍然會回想翻你過去有嘅遺憾，你過去有嘅傷痛，你過去對神對人嘅虧欠，你望翻對過去嘅失望或者失去。生命交俾主耶穌就係咁真實。所以教會從來都唔係一個淨係有歡笑聲嘅地方，教會從來都係有笑有淚嘅地方。你返得教會耐嘅時候，你就明白到教會好真實，因為教會從來都係有笑有淚嘅地方。可能今日你嚟到教會，或者你過往去過教會啊，你對教會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感受，因為就係教會就係又有新嘅開始，又有帶住舊日嘅破碎。交俾主耶穌就係咁真實。主耶穌從冇應許一個生命重建係冇苦痛，佢從來冇應許一個生命重建係冇苦痛。相反，佢話一定有笑有淚。生命嘅重建唔係要你忘記過去，而係讓你當下揾返你存在嘅意義，點樣睇返你嘅過去，點樣梳理返你嘅過去，然後讓你可以重新勇敢去面對前面嘅路。生命嘅重建就係咁樣。其實我相信在座你每一個人，無論你係信咗耶穌或者你今日未信耶穌，我相信你嘅人生都帶住好多遺憾嘅過去，係嘛？可能你呢刻你都諗翻你過去啲遺憾，你對人嘅虧欠，或者人哋對你嘅虧欠，好唔好啊？或者你仲諗緊過一啲嘢你失去嘅失望嘅嘢嚇，會唔會
靜落嚟有啲會諗翻起嘅。而你會諗個問題，咁我生存為咗啲咩咧？我喺今日喺度喺個世界喺個社會生活為咗啲乜嘢咧？但今日上帝同你講緊就係話，其實你存在係有意義嘅，因為你嘅生命係我賜予俾你。當你根據翻我嘅心意，你去生活嘅時候，你自然就會明白你存在為啲乜嘢，你就會明白你點樣面對翻你昔日好多好多嘅遺憾同埋傷痛。因為喺主嘅慈愛裏邊得到安穩，喺主裏邊你經歷佢同你嘅同在。在座每一位，你嘅生命會唔會有啲嘢係你覺得而家係有翻唔到轉頭嘅遺憾，或者你生命會唔會有啲嘅因為以前某啲嘅經歷，讓你依刻你嘅心靈有好多嘅傷痛。呢啲感受係真實嘅，係唔會忘記嘅，係唔會忘記，但係唔會阻隔你去經歷主嘅愛。其實今日主耶穌問緊你嘅，主耶穌同你講緊話，只要你踏前一步，你同主耶穌講，主耶穌，我今日好想揾緊我存在嘅意義。主耶穌，我今日我好想經歷到你對我嘅愛，你可唔可以俾我見得到？只要今日你可能你想耶穌好耐返教會好耐，但係你成日都覺得我經歷唔到主嘅愛。只要你今日你同主耶穌講，主耶穌，我今日好想經歷你對我嗰份愛。你只要咁樣去主耶穌祈禱，行一步，主耶穌一定會讓你睇到佢對你嘅愛。在於你今日肯唔肯踏前一步，你去祈禱，同主耶穌咁講。今日回應都係根基，就係好希望你嘅生命，你嘅根去翻基督裏邊啦。你嘅生命嘅根能夠植根翻喺主耶穌嘅愛同埋真理裏邊。喺度咧，好想同今日準備水禮嘅阿 Ray 同埋 Tasha 講啦，好想同你兩個講就係即係生命唔係在於你做得幾好，有陣時唔係在於去完成其他人對你好多期望嘅嘢，最重要係生命你知道，無論面對啲咩，主耶穌嘅愛都喺你內心拖帶住你。水禮就係咁嘅意思，好嘛？我又好盼望今日而家喺度有想同活恩嘅弟兄姊妹去講就係重建生命從來都唔係你自己一個，係咪啊？如果重建生命從咗你自己一個嘅時候，上帝做咩寫一句如同一人呢？重建生命從來都需要二人三足，三人四足。你記得二人三足點樣玩㗎？一齊行啦！你隻手要點樣㗎？你喐下喐下，二人三足點啊？你隻手要點樣嘅？你翹住或者點㗎？你要擁抱住隔嗰個㗎嘛？如果你隻手係點咧？你咁樣係點㗎？你玩唔到喎，係咪啊？會因嘅弟兄姊妹，我好鼓勵你，你嘅生命想被上帝重建，或者你想見到其他人嘅生命要去重建，我哋一定要需要如同一人，唔係單單淨係翻嚟教會嗰個如同一人，就係你今日嘅敬拜，你嘅生命，你係咪根據翻主耶穌嘅愛同埋真理，如同一人，一齊行，一齊擁抱，話讚美有時，歡呼有時，哭有時，係咪？所以教會從來都係一個有笑有淚嘅地方，我哋一齊重建
生命嘅根基。我哋一齊禱告好嗎？主耶穌，我多謝你，多謝你，你賜予生命氣息俾我哋。縱然今日我哋仲未肯認你係我哋嘅主，但係你從來都未收翻對我哋嘅生命氣息。我哋今日仍然能夠經歷到你創造嘅天地萬物，經歷好多同人相處嗰份嘅美好，因為你就係咁愛我哋。主耶穌，求你幫助住在座每一位嘅朋友，特別今日係水禮嘅家人嘅朋友，甚至今日第一次嚟到活恩家一齊敬拜你嘅朋友，甚至在座每位弟兄姊妹，天父，求你俾我哋各人能夠今日有嗰份嘅勇氣行前一步，同主耶穌講：主耶穌，求你俾我見得到我今日生存嘅意義，求你俾我見得到、經歷得到你對我嘅愛係幾咁深、幾咁厚。只要我哋咁願意祈，主耶穌，你嘅聖靈喺我哋內心就會工作。求你祝福我哋活恩家，天父，我哋每人都帶住好多我哋過往嘅過去嚟到呢個家，讓我哋能夠用你嘅愛真理彼此建立，彼此擁抱，有笑有淚，一齊同行，一齊建立，堅守回應主耶穌你俾我哋嗰份嘅使命。奉主名求，阿門。好，我哋一齊咧起身唱回應詩，交俾 Lorraine，唔該。